咱不时伫咧网络顶头看到为着这博爱座地下冤家，甚至是相拍过路人，政府即马要甲这博爱座改名做优先式啊，会当这对象改做是身心障碍者，或者是其他实际需要的人。这交通部今仔日公布修正了后的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，统一度样了后，希望避免民众误解使用对象出来冤家牛济，各种运具拢爱伫咧年底进前全面来甲换起哩。高雄县一日博爱座去互负责人提醒爱年位互长辈，学生囡仔徛起年位，还佫互负责人指责到出问题，学生囡仔当场流目屎。博爱座前期常常听到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了后，已经甲大众运输所设的博爱座改做优先式，适用对象已经包含有实际需求的人。交通部初9公布优先式统一都市，优先式中英文字样下骹包含高龄者、有心的负责人、行动不方便的、带细汉囡仔，还佫有其他实际需求的人5款都市。这个图示的部分，大概是参考国际的 ISO 跟日本的 GIS 2个大的一个图标系统来做设计。这个部分呢，在国际上就叫做内部障碍者，也就是所谓的隐形需求者，也就是我们对应法规就是其他有需要者。交通部要求各大众运输业者爱伫年底前改换，若违反规定限期无改善的相关，会当罚甲5万。另外，考虑有需求的人可能会歹势，也是无法度甲其他人讲爱座位。即个嘛设计优先式需求大纸，提供予业者也是旅客家己下载使用。台北捷运公司表示，即阵会进行制造甲换新，一定2个月完成全系统的改换，佫会加强人员广播提醒，配合月台、走马灯、海报，也甲各种宣传管道，强化民众理念精神甲同理心。我觉得会蛮好的，因为有时候可能像我们肚子痛或是不舒服，其实我们外表看不出来。但是如果有跟名称优先型，我觉得这样是算一个，我觉得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时代趋势。一开始也许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调整自己的观念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开放这样的选项，让需要的人可以心里有安心的感觉去做这样的选择，我觉得是很好。优先式新坐上路，代替表示新车的内部本来就是优先式二样，到年底前所有的列车拢会当改换完成。台湾高铁进前就甲博爱座的文字标示改换做优先式，配合交通部公告统一的都市，也会赶紧改换做新的都市。记者采访报道。